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上個星期正式運作，同人民幣國際化有咩關係呢？又會點樣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今日同大家講解。早晨，我係 AI Mark，今日係2026年7月14日，歡迎收睇財經早餐。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又邁進一大步。本月7日，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宣布，全新嘅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正式開展試營運。同一時間，一系列精準嘅配套措施亦同步推出，用嚟建立現代化、全鏈條嘅黃金交易生態圈。咁呢一切意味住咩呢？又點樣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各國一直願意採用美元進行結算，當然有一部分原因係美元較其他貨幣相對穩定，同過去嘅交易慣性有關。但更核心原因係於，當佢哋同美國貿易往來賺取到美元之後，可以利用呢啲美元購買美債，從而可以作為存貨，同時亦能取得利息回報。相對嚟講，喺7月7日之前，各國如果同中國進行貿易，從中賺取到人民幣之後，除咗將人民幣用嚟購買中國價廉物美嘅貨品，同一部分優質產品，例如電動車同太陽能板以外，其他金融配置選項相對有限，彈性亦較不足。不過，自7月7日之後，各國就可以考慮，如果唔打算繼續以人民幣形式持有資金，可以喺香港將從中國貿易中賺取嘅人民幣轉換成黃金。呢啲黃金既可以喺需要時提取運回本國，亦可以選擇繼續存放喺香港嘅金庫內，使到佢形成一種兼具流動性同替代性嘅資產配置方式。確實，將資金轉換為黃金並唔會生息，但如果以美國國債持有，就能取得收益。只係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嚟，美國政府嘅財政狀況每況愈下，每年都需大舉新債，呢個喺一定程度上削弱咗美元嘅信用。正因如此，部分央行對持有過多美國國債抱有戒心。相較之下，如果轉為持有黃金，雖然唔會提供利息回報，但就更具保值屬性。呢個或將促使唔少國家，尤其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海合會 GCC 國家，即海灣阿拉伯國家，對以人民幣進行結算產生更高興趣。因為喺佢哋嘅考量入面，透過人行結算系統 CIPS 對部分貿易進行人民幣結算，而且將所得人民幣再轉換成黃金，可以同時達到兩個分散風險嘅目的。其一係分散貿易結算風險，避免將全部結算過度集中喺美元體系；其二係分散儲備風險，使到資產配置喺部分持有美債之餘，亦可以同時持有黃金同人民幣，咁樣嘅組合就更符合唔將風險押注喺單一資產或單一體系嘅策略思維。隨住各國對使用美元嘅慣性逐步生變，轉移更多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就可以預期喺各國外匯儲備入面，人民幣嘅比重亦會提升。如果呢一個趨勢得以形成，就有望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並進一步提升人民幣資產嘅吸引力同價值。受惠於上述結構改變，加上內地政策嘅穩定、出口強勢同科技發展迅速等吸引海外投資資金流入，預計有助推升人民幣匯價。預料第三季末人民幣有機考驗6.75對1美元，甚至去到年底有機會邁向6.70水平。今朝喺亞洲市場，人民幣報6.7845對1美元。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我哋聽日再見。